嘿，双生宇宙亮起来，咚咚锵锵迎醒来，击爆的小手表，滴答滴答是魔法节拍，好车呼啸上龙台，甩出红色。嗨，亲爱的宝贝们，我是吉宝，吉宝元宇宙人工智慧创办人。我的妈妈是设计中岛的工程师，我代言了一整套易经能量曼陀罗手表，为大家解说。28大过卦则风大过，事情太大时就要更稳更马。我把心放低，把脚站稳，让重担变轻。大过卦告诉我，强大不是硬撑，是站稳。魔法手表小雨，稳下来就不会被压倒。以上是今天小吉给大家的祝福文，祝福你有美好快乐的一天。